摆国庆维安，同款是治水不漏，警方动员规千人维持特殊以外，伫总统府较悬的所在，佮部署做击手，以3人做一组。另外，伫安检的过程发生一寡小插曲，这个友邦圣露西亚呢，伊表演的团体设计师因为随身有载一寡骗子影甲机啊，当场就被收起来。 安检到顶，若是皮包一个拍开内面物件，互人着惊。应该也不行，工具应该都不要。有机啊，有甲树管啊，这物件拢被要求袂使载入场。那这个可以吗？啊，不行，地检类也不行。这机师拢袂使载入去，其实这机师拢是为着要注重表演的地方。友邦圣露西亚即摆参加国庆游行，准备试套强要2层楼高的衫，也毋过拢要用这机师来组装，即摆拢袂使载入场。Anybody tell you can bring these tools? No, it's routine. It's necessary. It's important. Security is important. It's alright. 要有这段小插曲。对，根本都是跟我们一起的，又要被采访了，你看。刚才一个领队，还有这个团员，安尼相并伫走，3、5时还有团员被驱逐入场，只好佮安检一摆。 麻烦你这边带他们找不到这个车，所以我也必须得在那边。入场时滴水不漏，总统府边的制高点顶面佮部署狙击手，防止有心人士趁这个机会进行攻击。3人一组，一个人拍立举狙击枪，一人观测扫描，还有一个人用点的器材记录会场的动态。其中这位女狙击手是焦点。包包都先帮我们拿下来，谢谢。加上警方动员规千人维持秩序，和